11黃金週國慶假期，大量內地嘅旅客來澳旅遊。消費者委員會連日喺主要嘅出入境口岸派發誠信店指南2024，向旅客介紹誠信店優質標誌以及指南嘅內容，又為旅客即場示範以手機掃描誠信店二維碼呈現嘅各種資訊，包括澳門消費維權嘅途徑，方便旅客喺澳門消費時獲得更多嘅參考資訊。唔少旅客都認為指南嘅內容實用，對本澳消費有信心。咁你本身知唔知道澳門有誠信店呢一樣嘢㗎？唔係好清楚，但係今日聽佢講解咗30秒鐘咧，我比較了解啦。因為你過嚟呢度消費嘅話，好多時候肯定會覺得政府推介嘅，咁我哋消費者肯定放心消費嘅。非常棒，是比較有信心。蠻有信心的啊！到時候我們去，就是說這邊沒有假貨。我們就相信，我們就準備帶多一點東西到內地去。為咗確保本澳誠信與優質嘅消費環境，消委會月前已經加強落區宣傳工作，派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小冊子，提醒商戶誠實守法，又派員去到各處觀光購物熱點，呼籲商戶以禮待客，共同維護澳門旅遊購物城市嘅良好形象。與此同時，消委會已經邀請中國消費者協會協助喺內地發布2024年11國慶假期來澳旅遊消費錦囊，介紹誠信店優質標誌，以及消委會同內地47個省市消費者組織嘅個案轉介機制，消委會為內地居民提供嘅跨域調解及仲裁服務等等，增加旅客在澳嘅消費信心。非常方便，可以肯定方便啦，因為消費者嚟呢一次呢，就唔可能再過嚟，所以講呢個就肯定對我哋消費者一個保障啊嘛。咁我哋買到假嘢，我哋可以投訴嘅話，我哋可以即時同政府反映呢個唔誠信嘅單位，因為好多時候呢個商品對我哋係一個保障嘅。好，這個服務好，服務好。消委會期望透過主動向旅客介紹誠信店，令到旅客更熟悉本澳嘅消費市場。同時協助業界提質，鼓勵同促進行業誠信自律，嚴格督促誠信店配合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定位，發揮誠信店以誠待客嘅精神，為旅客帶來更優質嘅消費體驗。